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奶茶店，聊一聊餐饮。曾几何时这个奶茶店这个赛道尤其是加盟店，是很多码农失业的中年人不管什么原因失业有的是被裁，有的是自己主动辞职，有的是觉得混不下去，想自己闯一闯这些人的一个赛道，黄金赛道就是餐饮和奶茶店，尤其是加盟品牌。一度这个餐饮成为这个什么中年人破产三件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今天有很多媒体以21世纪经济报道还有其他的媒体，凤凰网、每日经济新闻都刊登一篇文章叫开奶茶店还是一门好生意吗？他是发出了一个疑问说去年超14万家奶茶店关门。他这个报道比较长我简单介绍一下。他说回望2024年奶茶、咖啡、饮品市场，一边是门店增速的放缓，另一边是频频调整的加盟政策。窄门餐饮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15日，最近一年时间，全国新开奶茶店12.77万家。我们就打一家10万，你开个奶茶店，你装修对吧？设备10万块肯定要那就是12个亿要是50万呢，那就60个亿。一年时间新开了12.77万家，但是同期门店总数却下降了1.78万家，也就是新增加了12.77万家，最后门店总数还下降了1.78万家。那这个也就意味着有超过14万家奶茶店选择了关门，也就是倒闭倒闭的比开的多开了12.77万家，倒闭了14万家。什么叫飞蛾扑火？什么叫前仆后继？这就是有那么多家倒闭，后面还有人去开，这个就叫活力，这个就叫魄力。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为例，茶饮店在商圈、商业街、社区等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开店速度放缓，最大原因是市场饱和。一二线城市茶饮市场竞争尤为激烈，门店数量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密度，新增消费群体有限。面对门店增速放缓的现状，品牌开始追求进一步提升单店运营效率，转变精简门店布局，关闭部分业绩不佳的门店，集中资源打造优质门店。也就是品牌也开始着重提高单店的效率，开始收缩。这个文章说新茶饮品牌未来扩展的方向在哪里？朱丹鹏认为各个品牌定位不一样，扩展的方式不一样，有待向一线城市扩张，有待专注下沉市场，有人向海外去借力，但是供应链的完整度才是企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其他的品牌效应、规模效应以及粉丝效应也很重要，当然食品安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我们先不说这个什么品牌加盟商，什么新的茶饮品牌它的策略，我们只说这个韭菜这小白冲进来开奶茶店，加盟这个奶茶品牌。有这个专业人士说他说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小白进来做了韭菜，但韭菜开下来的店也不是说关就关了，倒闭了之后会有职业加盟商再去收这个店，就可以更低的价格入场。实际上这是个骗局为什么说是骗局呢？他说的意思就是你第一个傻子花了50万加盟费，然后按照品牌商的这个要求你去改造装修，好，你这个店干了半年干不下去，因为这个店的费用很高开店我没有开过这种奶茶店加盟店，但是我知道开店第一个是一笔固定投入，比如加盟费，第二个就是装修费用，这是一次性投入，甚至还有半年或者1年的房租，这也是一次性投入，后面是每月要支付的，比如说这个进货对吧，然后人员工资、各种税费、电费、各种费用，还要应付各种检查对吧，这个是每个月都要发生的。你前期是一笔硬投入，这个投入恐怕有几十万，有的就打了水漂，有的还能要回来一部分，但是视情况而定那么按照这个专家的说法，他的意思是第一个傻子把这个店已经装修好了，干了半年干不下去，那加盟商就把它收了，或者是让别人去收，就便宜了，那就第二个去这个店接手的人，你的成本就低了。你看就是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就这意思
啊。说实话，奶茶店如果你能踩在别人肩膀上起来，也算可以。实际上，你就踩在别人肩膀上，你也得沉下去，淹死。因为奶茶店呢，这种前期投入是不少，但是后期的运营费用更高。就是小白韭菜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啊！人家这个店花了50万装修的，我现在花了10万把它拿下来，我赚了40万。你错了，因为更大的包袱在后面。你运营每个月的亏1万2万，你干1年你就得亏几十万。你干的时间越长，亏的越多。千万不要有贪便宜、图便宜的心态。你看他就说啊，倒闭了之后会有职业加盟商再去收这个店，就可以更低的价格入场。比如开一个新店可能需要50万元，他转手的话可能5万元就转掉了。你想他为什么50万的店他有5万转掉呢？如果他50万开了个店，如果后面他能打平，他不会轻易转掉的，他就会永远开下去。我无非就是50万投进去了，我后面不赚钱，但我也不赔钱，那我就要叫以时间换空间，我完全可以坚持下去。他之所以坚持不下去，是因为后面还要赔钱，每个月都要赔钱，所以他受不了，才会把这个店5万块钱的价格转掉。在某咖啡品牌招商负责人小林看来，现在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比如出现了新的热门商场、商圈、新的景区位置，品牌肯定要去占位，但不是像之前那样大规模开店了。对此，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2023-2024年跑马圈地以及疯狂扩张之后，很多品牌只有量没有质，使得门店属于亏损状态。在这样一个节点之下，门店的倒闭是必然的。新茶饮的红利期在2025年就会结束，整个行业会出现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更弱，所以门店数量回落趋势说明整个行业在步入淘汰期、洗牌期。这个奶茶这个赛道啊，实际上是尤其是品牌，因为这几年啊非常火，正因为它火，所以它成了很多码农、很多中年人的滑铁卢，成了他们的坟墓。什么原因啊？最主要第一个，奶茶很小资，很符合年轻人目前的这种定位，再加上奶茶比较火，这个势头比较猛，各种奶茶品牌都出来，有高端的、低端的，还有平替的，还有从城市包围农村的，还有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逆飞的都有。这个奶茶这个赛道到底好不好干？我们看一个专业人士啊，一个叫狗哥的，我在以前节目也介绍过，这哥们儿他总是收那些二手厨房设备的，也就是很多餐饮店倒闭了，他去收人家设备。大家看视频啊。今年过得最惨、倒闭的最多的7大餐饮品类，普通人千万不要碰。结合狗哥2024年收购的几千家倒闭餐饮店，帮大家分类概括总结一下。如果你2025年正准备餐饮创业，一定要花上2-3分钟把它听完。首当其冲的就是火锅店，仅这一个品类，狗哥2024年就收了几百家，这也是在北京创业的餐饮老板平均亏损最多的餐饮品类。最高峰的时候，仅1个月，狗哥就收了42家倒闭的火锅店。而且从倒闭的品牌来看，不光是小品牌倒闭，连锁品牌更多，占到了狗哥回收占比的60%。也就是说，平均每10家火锅店倒闭，其中有6家就是连锁品牌。随着现在自助模式的兴起，现在的火锅店更是难上加难。本来人均100-200、200-300的客单价，直接被拉到了2位数，只有几十块。这样的市场情况，你要是还敢冲进来做火锅，保你连房租都交不起。第二个就是汉堡赛道的细分品类，中国汉堡。虽然这个赛道杀出了黑马，但是也迎来了很多的竞争对手。竞争对手的增速远远大于市场增速，就连头部的餐饮集团西贝都已经在中国汉堡这个赛道败下阵来。这个小众赛道的品牌已经高达几百家，仅听字辈的品牌模仿者就达到了几十家。这就好比千军万马去过独木桥，能过去的凤毛麟角，普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第三个就是奶茶店，不管在中国的哪个城市，奶茶店的倒闭数量都能够进前3名。整个2024年，超过90%的奶茶店老板都反映没有赚到钱，甚至有人因为加盟一个小小的奶茶店，亏损达到上百万。奶茶赛道的惨状，除了竞争激烈、价格极其内卷，还有一点就是健康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抛弃奶茶了。第四个就是烤肉店，如果按餐饮老板的平均亏损金额来看，那些倒闭的烤肉店老板亏损金额仅次于火锅店。北京以数字命名的网红连锁烤肉店，狗哥经手数十家，即便是全国连锁老田家也在频频撤店。而且不光是北京在撤，全国都在撤。狗哥全国90多个徒弟，其中有1半以上的人都接到过他家撤店的电话，而那些只有1家店或者几家店的白牌烤肉店倒得更多。而且从趋势上来看，现在的年轻消费者越来越不愿意去选择需要自己去动手的餐饮店了。第五个就是面包店，连续在必吃榜霸榜5-6年的面包品牌，今年反而成了狗哥的倒闭大户。据很多他的加盟商反映，现在的面包贵到让普通人根本吃不起，不到1斤的重量要卖到30几块才能够有钱赚。
如果走薄利多销的路线更不行。第一是总部不允许，第二是当时租的地理位置不允许，房租太贵了。别的面包店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随随便便一个拳头大的面包就要卖到10几块甚至20块。前不久有记者就此调研过，一个烘焙店定价不足10元的面包产品，占整个店铺的比重不超过 10%， 而且还要限量，不敢做太多，担心影响主流价格产品的销售，可谓是你又吃不起，我也卖不掉，进入了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第6个就是平均生命周期不超过3个月的各种网红项目。这种项目通常具备2大特点，又短又快。短是生命周期短，快是赔钱赔得快。那些靠坑蒙拐骗为生的餐饮快招公司最喜欢这样的项目，因为这样的项目对应的目标开店人群往往是那些没有什么生活阅历的年轻人。这些人对餐饮创业的认知几乎为零，就是什么火跟什么，甚至他们连餐饮的账都算不过来，而且他们有绝大多数人的启动资金也不是自己挣来的。快招公司为什么喜欢这样的人群？核心就2个字，好骗。狗哥接触过很多做餐饮倒闭的年轻人，他们赔的钱都是来自于父母。最后一个就是平均300-500米或者一个红绿灯就能开出4家的零食店，这个项目还不如餐饮，产品都是来自于食品工厂，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异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最近这个项目又被重新包装了一下，它现在的名字叫俄罗斯商品馆。虽然现在已经开始监管了，但是在此期间依然有大批的人上当受骗。狗哥上个月刚刚收的一个倒闭的火锅店老板，他现在的创业项目就是去加盟了一家没有任何俄罗斯商品的俄罗斯商品馆。这个项目不行的原因根本就不用解释。你看，按这个专业人士狗哥的说法，奶茶这个赛道是倒闭的这种连锁店里面排第3，第一的是火锅店，你各种加盟品牌火锅店或者自创的火锅店，这是倒闭最激烈的。第2个就是什么中国汉堡，奶茶连锁店排第3。为什么我说这些码农、这些失业中年人不要去加盟什么品牌连锁店、什么奶茶连锁店？那个就是收你的智商税。他实际上他的目标用户不是喝奶茶的人，这些所谓的奶茶赛道啊，这些企业、这些品牌，他的目标用户就是被裁的码农和中年人，他目标就是他。因为这个被裁的码农和失业的中年人，虽然他是被裁了，但是他手上还有点钱。那个码农一旦被裁，那个补偿金怎么着20万吧，30-40万有的，再加上以前存的钱，这个口袋里恐怕有个几十万。很多码农都这样啊，很多中年人也一样。他失业的时候，他不是一无所有，他兜里啊还有个几十万。本来那几十万可以帮助他安然度过这个经济危机或者这个困难时期，但是他不是不甘心吗？他不是那个内心躁动不安吗？他不是自命不凡吗？他觉得自己很牛啊，自己只是运气不好，或者只是这个公司眼瞎了，居然把我给裁掉了，我这么厉害，所以他不甘心呐，他觉得自己是人上人，是个人才。他不知道他的那些收入和他的这个成就都是平台带来的，他只是走运而已。有很多人不认识自己，很多人认不清自己，所以当他一被裁掉之后一方面落差比较大。以前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大家都夸奖他高薪，一个月3万、4万，年薪几十万，或者是他都是旁边的骄傲所以他一旦被裁一失业，他落差特别大，不甘寂寞。恰巧的是他手上又有钱，如果你说仅仅是不甘寂寞，但你没钱，兜里没钱，你也得老老实实的。恰恰他兜里还有点钱，就是那个赔偿金还有多年工作积蓄，这个时候他就躁动不安，就开始觉得自己可以创业。那你说他创业首选什么？绝大部分都是首选开餐饮奶茶店，因为这个简单门槛非常低，你交加盟费就行了。有的甚至加盟费都不交，他自己开个店，对吧？他不加盟，开个火锅店，找个好的位置。有的人他就觉得如果自己搞个店的话没有客流，他心里没底，他搞个加盟店。这些加盟店就专门为这群被裁的码农还有失业的中年人设计，让你一看就心动，你感觉自己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你就已经成功了，对吧？以前一年年入50万，对吧？你现在加盟一个茶品牌奶茶店，一年轻松收入20万。你要加盟2个呢，干得好加盟4个，一年100万，比在以前上班强多了。现在自己当老板了，所以很多码农、很多失业中年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很痛快的交钱加盟，结局大家都可想而知。那要么就是去开网约车，要么是去送外卖，把自己兜里那点钱抖落掉了，说不定还负债这个及时止损的，有这个魄力的，恐怕他也就是把兜里钱挥霍掉了为止，踏实了。凭运气赚的钱，凭实力赔掉，怨不得别人了。还有一些不死心的，对吧？不知道及时止损的，那就是7大姑8大姨去借，最后也是开网约车送外卖，不同的是他背着一屁股债，基本上
翻不了身了啊！这就是我说的，不要去创业。如果说你简简单单加盟个品牌就能赚钱，那品牌为什么他自己不干呢？难道他融不到钱吗？他为什么搞加盟呢？搞加盟就是把风险转嫁到别人身上，他只赚中间的加盟费、品牌宣传费、管理费、供应链的给你供应东西的这个利润，剩下的风险由你来承担。如果剩下没有风险，他只赚不赔，那这企业都自己干。你看啊，现在奶茶店扎堆 IPO， 也就是扎堆上市啊。这个茶百道2024年4月23号在港股上市，这个是上市比较早的，就是1年前。蜜雪冰城2022年9月曾向深交所递交招股书，在深交所上市那太难了。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餐饮企业想在深交所和这个上交所上市基本上不可能。2024年1月首度向港交所提交招股书，7月9日申请失效，2025年1月1日晚再次更新招股说明书。1月7日中国证监会披露其赴港上市备案已获通过。股敏2025年初重启港股 IPO， 向港交所主板提交上市申请书，高盛瑞银集团为联席保荐人，目前已成功通过港交所聆讯沪上阿姨2024年2月14日和12月27日两度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书。2025年1月10日中国证监会通过其赴港上市备案。这些所谓的奶茶品牌都是为了上市，都是为了资本运作，他要抢占地盘，扩大规模，他就需要加盟。他自己开店他管不了，全国开4000家店5000家店他没法管，而且资产太重。就是开门店，我的印象里啊，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很多服装店以前的什么阿玛尼吧、达芙妮那个女鞋吧，还有什么贵人鸟，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啊，他们曾经都是开4000家5000家店的全国门店，为什么现在都不行了？资产太重。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品牌都搞明白了，都要加盟。加盟的意思就是把风险留给别人，收益留给他自己，然后通过这种形式扩大这个市场占有率，然后上市去资本市场圈钱。所以这些失业的码农，对吧？被裁的中年人就很容易上当受骗。我从2023年做节目就说过了，我特别反对这些被裁的码农、被裁的中年人跑去搞餐饮，因为餐饮的门槛太低，没有门槛实际上是成本最高。如果有门槛还好，没有门槛就是大家都可以进来卷。2024年上海应该是1700多家这个高端餐饮吧，一半倒闭高端餐饮都搞不下去北京呢，规模以上的餐饮公司没有利润，都在赔钱，对吧？这我可是2023年就说了，我做了很多节目，建议大家不要去碰餐饮。那个餐饮给人感觉是唾手可得，对吧？我又有时间，我又有想法，我又有情怀，关键我还有钱，身上180万还是有的，然后一脑子扎进这个餐饮，最后出来就是玩一车司机、外卖小哥或者是外卖老哥，是吧？所以我一直说把钱存公行，可以骗你的人，不能骗你的钱，坚决不创业，坚决不给别人做垫脚石所以我说失业不可怕，可怕的失业之后乱折腾。为什么失业之后会折腾？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换了个环境，你的状态不一样了，你慌，你不适应。所以一旦失业，一旦被裁，要做的事情是让自己冷静下来，静下心。只要你现在还能够上吃1个月的，你就要静下心，不要慌，调整心态，认清形势，好好的分析一下自己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不要误解自己，不要把自己取得的那点成绩真的是归功于自己。很有可能你纯粹就是命好，对吧？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阿里给选上了，或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那个腾讯招聘的阴差阳错给你招进去了，完了之后你一下年薪就几十万了，这不一定全是你的本事很有可能就是运气好。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都当做自己的本领，那很可能要摔跤就很有可能你是凭运气赚的钱，凭你的实力赔得干干净净。同样的不光奶茶店，还有便利店。中国商界杂志社今天有篇报道当然有很多媒体都在发这个报道，叫2025年超60%便利店企业选择扩张。2025年伊始，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对60家便利店企业2024年经营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涉及12.4万家门店。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67%的便利店企业选择扩张，占比为近3年最低；选择收缩的企业占比略有上升。2024年，便利店企业面临竞争加剧、客流下降、经营成本上升、消费习惯变化等诸多挑战。从销售数据来看，销售增长是主流。从
从统计结果看，2024年便利店企业虽依然保持扩张态势，但门店经营能力下降，发展后劲不足。从门店数量来看，2024年便利店门店数量继续增加，虽然80%的企业门店数量依然增长，但稍低于2023年86%的占比。在竞争的9570家门店中，1000家门店以上规模的企业占8510家，占竞争门店总数89%。值得关注的是，拥有优质门店企业占比下降，单店经营能力变弱。2024年，面对零食店、折扣店、线上平台等竞争对手，便利店门店未能找到有效应对方式。在可比门店同比销售增长的企业中，95%的企业销售总额增长；在可比门店同比持平的企业中，除15%企业销售总额持平外，其余都有所增长。在可比门店同比销售下降的企业中，仅有42%的企业销售增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便利店虽然盈利能力不怎么样，但是还有很多便利店企业准备要扩张。扩张什么意思呢？连锁便利店它就是要加盟。关于这个便利店我有发言权。我曾经创业就跟这个便利店项目有密切关系。我当时做的叫本地生活，什么低空经济、无人机送货，那都是我那个时候的商业计划书里面的内容，很有可能太超前了，资本看不懂啊。我为什么说这个便利店这个事呢？便利店不管你是加盟还是不加盟，是自己开夫妻店、小卖店还是加盟，你都不赚钱，这个我可以打包票。你赚的就是辛苦，就是忙碌，最终一盘点，恐怕好的情况下就赚你一个工资，这还算不错的。就是你开个便利店远远不如自己找份工作。10几年前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加盟一个便利店品牌，那意味着你可能能赚钱。我举个例子就是10几年前你要加盟这个 7-Eleven 呢，他当时招商是每个区域只要一家，选一个人。如果你成为他那个区域的合作伙伴，你就在那儿开 7-Eleven。当时我了解的情况一个 7-Eleven 在北京一年赚100万是没问题，净赚。但是现在今非昔比都在关门我不知道那个 7-Eleven 那些人加盟费有没有赚回来，好景不长。那既然有这么多便利店连锁品牌准备要扩张，那他肯定有打出诱人的这个条件，一定有很多人上当受骗。我也不能说上当受骗吧，也就是说要赔钱。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025年整个经济形势不太好，大家还是要稳住，不折腾。可以出人，但是绝对不出钱。出人什么意思对吧？你有这个奶茶连锁店，你有便利店连锁店，你真的闲得慌，你可以去上班。最典型的例子大家看一看，那个亮亮丽君，它不就是一个连锁店吗？它还没有交加盟费呢。你看看两人的合作是不是一地鸡毛你假设一下如果亮亮丽君要给这个折扣牛交了20万加盟费，那不人脑子打成狗脑子如果真的那么容易赚钱，亮亮丽君这两人不干是吗？亮亮丽君自己的问题，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但是从侧面也说明这种所谓的连锁加盟，谁收谁的智商税还不知道呢。今天晚上说这个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个形势不太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失业、裁员、降薪。你要做的第一件事要稳住，利用这个失业的这段时间，一方面找工作，一方面分析分析自己，你的长处在什么地方，你的短处在什么地方，你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对吧？你的爱好，你想干什么，把这些分析清楚再动手不迟。千万不要盲动，不要头脑一热，不要自命不凡，对吧？说白了就是千方百计的要保住你辛辛苦苦攒下的现金那个是未来3-5年是保命钱，可不能骗你的钱。人要有自知之明，经济好的时候，经济蒸蒸日上， GDP 每年都是8%增长的时候，你都没有赚到钱。现在 GDP 4%，或者你说你能赚钱，那你再说说为什么？你是喜欢逆境中成长，也就是喜欢逆风飞扬。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新闻，说的是北京海淀的大悦城。大家知道反正其他城市我不知道，北京的大悦城还挺多的。西单有个大悦城，朝阳那个青年路一个大悦城，然后这个海淀一个大悦城。大悦城就像万达广场一样，是个商业综合体，也是个地标性的建筑大商场吧。但是它现在的流量客流跟万达也是一样，就是突然就没人了。网传海淀大悦城冷清，通过这个高德地图查，目前大悦城的热度在海淀区排名是第15，海淀区第15，那你在北京那不得排到100多名之外去了。一个这么大的商场突然就没人。这个海淀大悦城开业才1个多月左右，按理来说现在正是人多的时候，结果客流量突然就没有了。
已经有不少商户扛不住了，客流量太低，不知道能不能扛过春节。我说这个不是为了说大悦城，我是说线下经济啊，这个流量越来越差，所以你要开奶茶店、餐饮店，那都受这个影响。我啊还专门去喝了奶茶，我一般不喝奶茶，我也不喜欢那个味儿，我只喝茶，绿茶。我专门去蜜雪冰城啊，点了一杯什么茶。我在想啊，恐怕以后的年轻人呢，会越来越拿脚投票。现在的00后啊，因为现在的奶茶还是消费主力都是00后啊，他们还是喜欢偏甜的东西。但是等到他到了30岁，他们就知道这些糖分太多的，就是太甜的东西啊，对身体不好。而如果他们在乎养生的话，他们马上就会立即抛弃这些奶茶，变成不喝了。总不能一边喝奶茶一边减肥吧？所以说来说去啊，就是2025年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尤其那些刚失业的、刚被裁的、手上有点钱的中年人要稳住啊，要 hold 住。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